知唔知道點樣媽咪麵叫做媽咪麵？應該配雪糕食。曾經同服裝品牌合作過，今日就1分鐘時間同大家分享關於媽咪麵嘅冷知識啦。媽咪麵係馬來西亞嘅零食品牌。1971年公司一開始係生產普通即食麵，首款產品叫做樂意麵，不過銷量就好一般。有次創辦人去農村視察，發現工人好鍾意生食麵餅，反而幾受歡迎，就啟發到佢哋將即食麵變成一款零食。為咗貼近小朋友同家庭市場，創辦人就決定將品牌改個親切又容易記嘅名，於是就有咗媽咪呢個英文名，中文譯名就叫做媽咪麵。呢個名象徵住媽咪同小朋友親密嘅聯繫。大家通常都係打碎麵餅，倒調味料搖一搖咁食。不過官方就分享咗，其實媽咪麵係可以煮嚟食，甚至推介大家嘗試配雪糕食，聲稱口感同味道都會有驚喜。媽咪麵曾經同日本品牌 Nico and 聯乘，出過潮流時裝，包括短袖衫、長袖衫、cap 帽、公仔等等限量精品，仲曾經喺香港正式登場，當時引起咗一股搶購熱潮。大家仲有冇其他品牌嘅冷知識想知道呢？記得留言話俾我哋聽啊！